目前针对安置的部分有2个学校包含北门国小的玉湖校区以及科寮国小的双孙校区针对它的环境以及它的装修等等来做一个修缮，总共可以有20户可以入住然后包含里面的一些基本设施，我们大概都会有配备。将废弃的校园闲置的宿舍建议是说做一个简单的隔间针对这一次这些弱势户屋顶全掀的部分或者是半掀没有地方安置的部分，可以来学校这边做一个短暂的一个安置，等到屋顶修复完后，那他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园。庄村这边还有一个它比较特别，它是教职员的宿舍，其中有6间，那是属于类似有一点雅房的概念，那其中还有一个厨房的一个设备我想这如果对一些短期安置的一些居民他们也可以自己有下厨的一个机会。那因为学校的教室都有冷气，冷气完了之后，它电风扇也有。那另外这一次就很感谢就是公务局的工班来做一个隔间，然后劳工局也帮我们准备了床，然后弹簧床，还有衣橱。简单的一个家具的一个摆设，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南昆生它的香客大楼大概可以收容到200个人左右，所以有一些短期的安置的部分我们也会媒合他们到香客大楼去。像双村他想要就近住在双村国小，那我们也会来让他们入住就是依照他们的意愿来做安排。现在各地也都如火如荼的开始在做修缮的这一个工作。那如果是双村跟玉湖这边，如果我们媒合的厂商，他们如果有住宿的需求，那我们这边也是规划，我们可以来提供给他们，让他们做住宿的一个部分，来减少他们的一个住宿的一个成本。既然有一个好的处所，我们要活化它，我们不要只限制在短期安置收容的弱势户，其实工班我们也可以来媒合。那这边就是说，整个灾情复原到一段落之后，我想这边短时间我们也不会去把它做拆除的动作，然后这个可以到日后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启动收容安置的一个处所，来增加我们安置的一个收容量。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南市政府在7天之内，整顿出来的这个，如果碰到灾害的时候，灾民的临时收容中心，这边是已经停止招生的北门的这玉湖分校，那背后这边就是那个教室改装成的收容中心，大概有6个房间。那如果灾民有需求的话，这个地方是蛮适合，而且环境蛮优雅的所以说环境还算是安全，还不错。校园就是空间比较大，所以如果要这边休闲或是运动都很方便。我们只要把这个地方的环境再优化一些，就可以提供居民很方便的这个生活空间。同时呢，在这边是我们的里民活动中心，国小退场之后改为里民活动中心，那也可以提供给里民一个生活办活动的这个空间。学校跟社区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民众的一个生活空间。大家好，我是杨楚怀，欢迎收看8月29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025第12届亚洲 U15 青少棒锦标赛，最后由中华队摕得冠军，相当无简单。亚洲 U15 青少棒锦标赛8月17到23，伫咧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棒球场热情开拍，参赛队伍分别有韩国、泰国、日本、香港、菲律宾、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以及台湾等8支亚洲代表队参赛，为球迷带来精彩甲热血棒球响应。冠军赛由台湾甲日本2队争取上冠荣耀。比赛中不止选手表现热血，民众的加油声嘛同款精彩。我们是谁？谁的主场？世界冠军 ！Let's go！ 2队精彩守备，互双方伫5局前拢无分数入来，一直到第6局上，陈柏佑攻出一支3垒安打，互中华队一连摕下2分。比赛进入第7局，中华队摕下最后一个出局，
全场球迷热情欢呼，欢喜庆祝台湾再次摕到冠军的荣耀。代表市长吴伟霆出席体育局长陈良前，也替市长祝福台湾队表现优良，摕到冠军输赢，展现坚强的实力。借我们棒球协会，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在这边举办比赛。各位教练选手，大家辛苦了。因为这个场地呢是在今年3月份完工，我们在2个礼拜以后。这个园区就变成我们国家的棒球训练基地，这个是第1场比赛，动物赞不赞？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南府城道一位传统礼俗这16岁成年礼隆重举行，今年巴拉圭驻台公使罗爱丽的后生嘛来参与，替台南文化交流增添国际风采。学生先向妈祖参拜，高地上智慧甲荣耀的状元帽，让招宝经向祖先娘娘七娘妈致敬，完成当大人仪式。安平开台天后宫隆重举办府城道友的做16岁，当中巴拉圭驻台公使的后生约翰嘛特别体验。我之前在读国小的时候就已经有教过这个登大人的活动，我没有想到我会在台湾读那么多年，然后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台湾传统的活动。I want for both of my kids to get very successful and be happy. 整个活动依照鼓励进行，也阁要向家己的父母放地表达感谢，才算圆满。今年参加学生除了深度感受传统成年礼的意义，嘛进一步认识府城文化历史。进前的1、2天也有印尼的，也有德国的，大家拢来遮。相信咱这个足有意义的这个活动一定会慢慢拓开咱全世界。这个传统维持，我们市政府一定会全力来作为一个文化古都来维系这样传统，让更多人知道。这16岁是府城的重要文化资产，随着文化交流甲观光推广，有愈来愈多海外人士专工前来参与，展现台南文化的魅力。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市府结合农业部渔业署共同举办沙巴鱼实体通路行销活动，民众伫专列门市购买指定台南沙巴鱼商品2件以上，除了有优惠，也可以当他价抽黄金豆仔。台南市沙巴鱼养殖的面积超过3000公顷，面积甲的产量会用讲是全国上济。目前正进入产季。为了让各地会用抢先来品尝沙巴鱼的美味，市府农业局甲伫台南市友善养殖渔产生产合作社，甲伫专联福利中心共同推出沙巴鱼的行销活动。民众伫今日起到9月11日，只要伫个专联的实体门市购买指定台南的沙巴鱼商品，2件以上拢有优惠，而且还可以用个加码来抽黄金豆。台南的虱目鱼是全台湾最大的产区，不论数量跟品质都是首选。不管是鱼温的虱目鱼、咸水虱目鱼，还是这个一般的虱目鱼，其实都是消费者最爱的。同时，台南市的美食中间，包括虱目鱼粥，还有虱目鱼的煎虱目鱼肚等等的这些虱目鱼的料理，也都是首屈一指。因此，我们非常感谢，也非常期待。透过全联最强的通路，能够把最强的虱目鱼行销出去，让最好的消费者能够认识知道。那我们虱目鱼现在的这个销路不仅在北台湾，还有其他的地方也都蛮不错的，甚至于让我蛮意外的，连在东台湾的花莲，虽然人口不是很多，但是对台南的虱目鱼都很喜欢。因此呢，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方式，能够让虱目鱼民众了解虱目鱼，喜欢虱目鱼，了解这种廉价、便宜又非常价廉物美的这个好的水产品。上午出席宣传记者会，包括渔业署的主笔、
专人是业温家南厝的副处长。另外，还佫邀请城南大主厨的名厨吴秉成，现场示范沙巴鱼的料理，凤梨酱烧虱目鱼肚，呈现沙巴鱼无同的料理风味。鱼肚你可以选择整块下，或者是像我这样堆切，就放进来。对，没错，这个多方便，对不对？这样就很方便啊。是。那你如果说我怕整个有血丝什么要做清洁，我建议大家你直接用我们的厨房纸巾擦拭一下就好。一块一块翻一块。翻过来，你看那鱼肚，黄金色，你看。天哪！你看这个。现在只差一碗白饭了哦，好饿。各位想不想试一下主厨的那个料理的味道？待会让大家试吃一下下啊。好。业者表示，活动对今日起到9月11日，民众除了享有遴选2件，现优惠20块，3件折35块的优惠。同时，消费者并发票登录，还佫会用参加黄金岛的活动。每一粒黄金岛当大约0.5钱，将抽出10名幸运得主。每一张发票限定了1件，袂当重复。欢迎介意沙巴鱼的消费者，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7月风台，8月好好，地属台南溪坝地区灾情严重，商圈勘点加努力复原。台南市经发局嘛举办溪坝商圈特色行销活动，市长黄伟綽大言推广，鼓励民众到溪坝各地佚佗。溪坝商圈特色行销记者会，各大商圈现场摆搭，展示特色商品，介绍制作过程甲品牌故事，包括着在地老店、人气小食、文创商品，要带领游客加入溪坝商圈，品尝在地风味，探索风土人情。过去大台南里面台南市旧台南市是比较偏向这个城市都会。但是旧台南县很多是物产，还有风光美丽的景色，好山好水，不会好无聊。所以呢，来西北，尤其来旧台南县的地方，包括新化啦这些地方老街，这些都是很多民众很喜欢来的，因为它有很漂亮的风景，还有很棒的物产，美食更是不在话下。那如果以西北现在来看，大兴营区已经这个风景线已经连起来了，包括白河温泉、东山咖啡，包括后壁的米，还有老街，还有新营市的很多的美食都在里面。那另外盐水的风炮啊，或者是盐水的意面，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加总在一起，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多人知道。借着风景带动物产，借着物产带动风景，这些都是相得益彰的事情。市长黄伟綽特别担任着代言人出席活动，搭上溪坝地区的牌仔，宣传各地好耍的旅游行程。最近台南溪坝地区受到风台豪雨影响，灾损相当严重。经发局将持续透过商圈辅导甲行销资源整合，协助商圈勘点加努力复原，并观光振兴。台南新闻收台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市观光旅游局9月份将推出全新的体验游艇，其中精心安排20场，结合智能手作、米其林必比登美食，甲在地人带路的美味景点，限量360名额。将伫8月2日中昼12点开卖，想要参加的民众卡手爱记。市府观光旅游局自2010年推出台湾好行观光的公车，到现在已经15档，今年度再次加入新的路线，168虎皮老街线。目前总共有5条台湾好行，今年对9月份开始将推出大好行，由台南有够好耍的体验游艇。将结合5条的路线、7大主题，要带领游客亲历台南特有的山海人文的风情。
台南好山好水好人情，其实就来搭乘台湾好行。大家知道台湾好行可以遍游台南的许许多多的景点，这些景点不仅有很漂亮的这个景点，而且很漂亮的风光，而且有很多的美食，包括四季的水果，还有大师傅的这个烹饪的美食，通通都很欢迎。而且有很多非常好的欧米亚给，非常好的纪念品，很多的这个加工农特产品哦，都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台湾好行可以串联许许多多台湾的台南的优质的景点，把它串在一起，不必一个一个地方自己开车这个造访，而是搭乘我们台湾好行的观光巴士，一站到底哦。那每一站都有很多的这个景点跟惊喜，所以说买套票最实惠。那你要买单点也可以，所以台湾好行服务我们的观光行。5条的路线有府城的台江线、新开发的168虎皮老街线、东山的嘉比，甲着梅岭线顶。活动中更加邀请知名旅游节目的主持人蔓越莓，要来亲自体验府城的台江线，予游客会用的依着套票，或者是单点方式自由来上下车。主题体验游程总共有20场次，360个名额，将伫个8月26中到12点，伫个秘境旅游的平台限量来开放报名。想要参加的民众报名就来紧。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国际扶轮3属7控地区5大扶轮社、城大医学院以及永康区公所共同主办肺筛公益活动，免费提供社区居民 X 光巡回检查服务，守护个人健康，善尽社会责任。国际扶轮3属7控地区的安南社、精英社、网络社、华裔社甲台江社携手举办肺筛公益活动。23日伫永康区公所场场，透过城大医学院专业团队操作 X 光巡回车，结合医师即时解脱，协助早期发现异常征兆，降低肺癌对着民众健康的威胁。意义很好啊，这早期检查，只要小的身体状况。对的。活动同工，国际扶轮3属7控地区总监庄和达、永康区长李丰兴，以及地区早期肺癌筛检服务计划主委陈君训等贵宾也拢出席，共同见证扶轮社推动社区公益、守护在地健康的决心。国际扶轮3、4、7岭地区有精英社、台江社、华裔社网络社，还有安南社5社合办的一个早期肺癌筛检。那这个活动呢今年已经第3年这个呢是跟成大一个合作的一个服务项目因为呢我们如果这个呢肺癌早期发现呢，它的治愈率是相当高的，而且呢是跟成大曾副院长一起合作，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肺癌的很好的医生，所以呢在他的主持之下呢在我们这个活动这几年来，已经呢筛检了1万多名的民众这个呢也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咱肺癌筛检已经到今年办了已经是第3年因为咱知影咱即摆空气拢真无好肺癌嘛，这个癌症嘛拢常常在前3名有时候也都是第1名。然后我们地区今年办这个活动，就是延续以前的服务计划，然后来照顾更多的民众，然后提早检查出民众的肺部异常，然后可以提早治疗。肺癌它的治愈率是相当高的，只要早期发现，它的治愈率是完全可以康复的所以民众如果遇到我们地区有这一种活动可以踊跃报名。这呢嘛代表着咱永康乡亲来感谢咱扶轮社发挥这个善心提供予咱民众会当早一个时间，知影讲咱的肺部的健康的情形咱会当早期发现早期来就医避免着咱病情的扩大伫遮呢嘛，趁今这个机会，佮呼吁大家来关心家己的健康来踊跃来做这个肺癌的筛检。扶轮社表示，肺癌当年位居90时代癌症死亡率的首位，而且早期症状无明显，造成真侪患者发现时已经是中暗期。透过这次免费筛检活动，5万有够侪居民会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同时落实扶轮社以行动服务社会精神，将关怀送到社区每一个角落。台南新闻张淑伟采访报道。高雄林雅有伫咧卖无饲沙白鱼糜的店家，连立法院长韩国瑜嘛曾经来品尝过，做回来看卖。清早6点半开业的虱目鱼店已经在地经营多年，不少人早起都会来吃上一份虱目鱼料理。不仅饕客对这份美味赞不绝口，就连曾经的韩国瑜市长也曾来过，甚至还衍生出了一份专属套餐。30几年了，我民国82年的时候就来开了。之前景气就是因为说上班的话不稳定，薪水不稳定啊，想到说喜欢吃嘛，我们就觉得虱目鱼是最好吃的，这是最普遍大家都能接受的，就是虱目鱼，所以我们就去做虱目鱼。那时候是韩国瑜，韩市那时候是市长，他来的话，我们要给他取名一个韩总套餐，就是综合汤，然后里面有鱼肉、鱼皮、鱼丸3样。然后煎鱼肚，然后再一碗肉燥饭。店里卖着各式虱目鱼料理，鱼皮、鱼丸、鱼肚样样都有，但最招牌的还是一碗虱目鱼粥。许多人都嫌弃吃鱼挑刺的麻烦，因此老板主打无刺虱目鱼粥，让客人可以尽情享受美味。因为我们的虱目鱼是无刺，爱吃鱼的人就一定吃到我们的鱼的话没有刺，他们都能接受。它本身刺很多，那因为我们要用刀法去把它的刺把它处理掉。所以让客人吃的时候是没有刺的，所以一条鱼下来就是鱼皮，还有鱼肉、鱼肚，鱼头都有不同的料理。不论是对于食材新鲜度的坚持，还是在料理上的细心处理，都能让人感受到老板对于美食的用心。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桃园市文化局举办2025棒球主题展，对3届棒球的定金出发，到成人棒球甲职业棒球队，介绍桃园是安怎豆豆建立完善有竞争力的棒球体系。2、1，桃园舞台击破眼前的棒球，桃园市府文化局日前在中原文创园区举办桃园主场2025棒球主题展。桃园市府文化局局长邱正生介绍，展览透过一系列历史文物，娓娓道来桃园的棒球发展史，从3级棒球的扎根出发，再到成棒和在地职棒球队，一步步建立完善且具竞争力的棒球体系，奠定桃园在台湾棒球版图中的重要地位。那我想，棒球的这个不只是一个竞技，实际上它是一种文化啊。那我们透过这个历史展里面，我们希望把我们从龟山国小到这个整个高中国中、高中一直到成棒这个发展历史当中，非常的不容易里面所有的精神、所有的文化面所有的获奖的这些历程呢，能够把它呈现出来，也看到我们桃园这个棒球的成长史。那同时呢，我们在另外一舱主要是呈现到我们这个职棒的部分最主要是希望说棒球文化本身是一个桃园一种运动精神，那也现在呢近10年来引导了整个台湾这个棒球运动的发展。那我们希望能够让所有的市民感觉到这个桃园棒球文化的骄傲，那也希望呢能够鼓舞到更多对棒球体育运动有兴趣的朋友。当天，桃园市副市长王明炬也共襄盛举，前来参观展览并留下祝福，为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我国代表队集气。王明炬感谢在地教练和选手们多年来的努力付出，让桃园成为全国重点棒球城市。市府也会持续推动跨局处合作，培育更多棒球人才，希望透过这次的展览和相关活动，能让更多人看见这座城市的棒球奇迹。桃园呢，我们有3级棒球，非常完整的3级棒球这都归功于我们的张老师过去这个几十年来的这个付出。所以我们呢，在国小有龟山棒球龟山国小的这个棒球队，国中呢有新民国中的棒球队，都是我们的代表那高中呢有我们的平镇高中的棒球队，他们在我们的3级棒球里面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那不但是这样，我们还有3支成棒队有国体大有开南大学，还有我们的桃园市成棒队。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职棒
所以呢，我们乐天棒球大家都知道啊。那我们有一个他们的主场就在桃园啊，乐天棒球场。所以呢，桃园事实上我们有5级棒球，非常完整。因为整个8月啊，有很多活动，也有很多互动的地方，不但有文物展还有很多有趣的这个活动，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来这边看一看啊，我们这个桃园呢这个棒球发展的历史啊。那其实这个桃园棒球发展的历史，几乎就我想也可以相当程度的反映我们台湾棒球发展的历史。大家知道，我们去年的12强大家举国沸腾大家对这个应该印象犹新我们拿到这个12强的世界冠军。这里面呢，就有我们6位的这个选手，其实是由桃园培育的江坤宇、戴培峰、朱玉贤、林立、陈晨威、黄子鹏我可以一口气背出来是因为他都是我们的骄傲。也希望呢，我们所有桃园在地的这个龟山国小、平镇高中新民国中的这个球队的小朋友们呢大家继续努力然后让我们把这个桃园市变成我们的台湾最棒的这个棒球城市借由这次的展览，让大家能够看到桃园这个成长我们的棒球的未来。展览展期从即日起到9月7号，共分为7大主题区，囊括在地球队到世界棒球经典赛、世界12强赛的文物等等。文化局邀请民众前来回顾桃园棒球发展，同时也向台湾棒球致敬。记者林台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比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
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慢停，行人安全行。